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客吧》。又到嚟面做我哋老大家教做料理學講客家話嘅時間啦哦。今日要嚟做乜嘅咧？我嚟做呢個大家當家識到嘅鹹卵炒苦瓜。呢個鹹卵炒苦瓜，我用到乜嘅食材呢？我用到呢個苦瓜。苦瓜意思就是苦瓜了。第二個呢，就是我們的鹹卵。鹹蛋鹹卵，到底這個苦瓜要怎麼樣前置作業，它炒出來不會苦呢？它這小配方就是放一點點鹽巴下去，待會讓它有一點點像是醃過這樣。好，就把它搓一搓，差不多好了。那這個鹹蛋炒苦瓜還有一個精華，就是要把那個鹹蛋炒得跟金沙一樣，所以呢，我都會把它先放到塑膠袋裡面。然後呢，就是你盡可能的把它弄散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先把鹹蛋放下去。記得它炒的重點呢，就是把它炒的待會有起金黃色的泡泡就好嘍。現在呢，冒出泡泡之後，就代表像是金沙一樣的樣子，我們就要把苦瓜加進去嘍。哇哦！可以了，就懂享顏色吼。接下來呢，順便教大家講一句客家話，就是鹹蛋苦瓜要趁熱吃，就是鹹卵苦瓜愛滾熟食，鹹卵苦瓜愛滾熟食。到底我今天做的這鹹蛋苦瓜會不會苦，好不好吃呢？我請我觀眾朋友來試吃看看，苦不苦？跟你的人生比起來，苦瓜苦還是你的人生苦？干走苦瓜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学到单词你们都有记得了吗？在这边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让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单字就是鹹蛋，鹹卵，鹹卵。第二个呢就是苦瓜，苦瓜，苦瓜。第三个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鹹蛋苦瓜要趁热吃。鹹卵苦瓜愛滾熟食，鹹卵苦瓜愛滾熟食。你們都有學會鹹蛋苦瓜要怎麼煮了嗎？下一次自己來試試看嘍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